昨啊，这个各全国同胞书大家所提起的改革方向，但是长官今日原则上是拢同意哦。所以佫刷来，咱就爱甲咱诉求的理念一项一项甲条列出来。尤其是这个政治的改革，我认为这上界重要，应该放伫上头前。田丁遐讲的无毋对，我离开公司了后，政府内面一个本省人拢无，所以咱即届的要求上重要的，就是咱台湾人爱管理咱家己，而且县市长爱民选。毋过，但院长官伊只相信伊家己共乡的人，台湾人管理台湾即种的诉求，伊敢是真会同意？我是惊伊吼，表面上甲咱应好，6月挂彩计有心啦，私底下派军队来镇压。应该是袂啦。即摆国民党因还咧小战，对人民的要求加减会参考。刷落来，咱要讨论的，就是像即个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甚至是像即个检察官啊，拢是因家己阿山的人咧担任。许多人民百姓拜托家己啦，唔过老三，好了，拜托我考虑看下啦，好吗？我就按钱来伊，按钱一毛哎。冇个事情。无嘛啦，根本本宫就请来个事情啦，冇问题吼。故说，建安部建从的意思。用陈斌落下事情就问题了。不过，要答应为天数谈判，为唔好可以参加其他的武装行动的。不过，也没冇确定，应该能参加谈判，正经做的改变台湾政治。论口时变都较好个啊！你看下，那时候工人党每本成议还敢有理由提前人嘅要求。第二条所管嘅啊，墙面条，反牙多次，嘛个理由没请得到。你讲，原来要给目标3天啊，就尽量莫去出去几条。那样没好了。给两片呢，第7条，我给你看下。你看看按用下，还有，来改一下。尼克，这是什么啊？哦，反正这段时间我哪儿也去不了，只好把那天我在天猫的茶坊看到的纸成版画记录下来。文斌，团长，屯方面嗰边来武器一直无来，即马要安怎才好？安尼搞镰刀甲棍啊，是要安怎拍公会考？
伊嘅剃刀、工矿、警察等应即刻废止。法制委员会需半数以上由本省人担任。第六，除了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犯人。第七，宪兵队。老三，恁讲地中山堂，赶紧离开，军队要来啊！是真诶，我伫家人甲员工甲我讲诶，即马社流到海边啊，拢是尸体。辉弟，你叫大家赶紧离开，莫管啥物报社，生活面较要紧。无救啊！我讲台湾已经无救啊！你紧走啊！两部卡押还没抹完全，先封算了。苏警官，还有奈何空吗？唔知咧，我喺寫落去通知我報社嘅同事啊。我記得叫兩部卡啲奈嘛，係有一本呢卷空到嘅，行係你間部先過嚟好嘅。有麻煩啦。唔會啦。这边。好了，我可以，放开我自己来。好事，求求长官，我求求没事。长官，长官。不需要讲上来，你们千万放心。我識嘅啊，應該過嚟看嘛。从来不晓得人可以变得这么可怕。我现在终于了解了。海西又是番薯，冇上緊啦，要我寫要開咪？好了，要工作的是李东明。可能长春16年了。好，等工人那个属于想办法。你们省的事，我今晚就做。不要，现在情势还很乱，不好。
反正我外省人，暂时比较没有危险咯。你家在哪里？我可以去替你看看，你的家人是不是都还安全？真的吗？可是我担心那些宪兵警察还守在我家门口啊。不管情况怎么样，我总还是可以替你谈一谈。这样的话，就太感谢你了。举手之劳。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等局势平静些，就赶紧带你的家人离开。我应该有办法弄得到去上海的船票，怎么样？只要可以带我家人逃离这里，去哪里都好。这样的话，你把你的板发交给我，我帮你带出去，让外面的人都知道台湾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好，好。来真经，真对不起，来朋友老生人，要勇士，无到记到身边，免唔伫，记到也好用诶。呀，你冇法度嘛，冇查就冇走诶。纯纯啊，每回一礼拜完全冇联络，伊是小事咩嘛？谢用听从动手。那个本用咩黑咩？其实啊，全就本该了警察总的，那俩马该就说唔得。记得，却利用两部抗言变伊出面，冇被骗到诶。也今年，咁冇人都买冲没上来。风条总系会过，不过营养系医生人诶。系啊，是人人嘅。你讲，我了拜这个天，我想去唱，跟我妹弹 piano。你讲，这唔得，有咩希望唔到的，带我妹去到门口嘅世界，做得冇？教念妹的 piano 当然没问题，不过文学我也唔敢应。迄唔比专本中文没问题啊，唔是笑啦，我相信啊，有一日你要解决了问题，你要变做台湾最好嘅文学家。我讲的，并唔系中文嘅问题，仲系点样嘅时代，我唔知，我做乜嘅
会继续写文好的。那个意思吗？我一开始写小说，没想起就会改变嘛嘅。不过你看一下，人衣服，你嘛嘅，就冇办法改变的。你俩紧，你想爱做嘛？也没问题啊。我听说邱汉芬做一只教书的，作为一个教书嘅，那是莫小问啊。不过也爱请示，也没事哦。被牵连到念不讲言。将古年笔下讲的台湾有救的，各种嘛嘅，想要冇办法改变的。系啊。不过，迄个人真是嘛个就唔做。原本就无法度改变个事情，就真经改变不了。先生，俺叫佢開嘅音伴所，然後教喺個音樂考察個音呢，做得嚟簽埋。好啊。So spät durch Nacht und Wind. Es ist der Vater mit seinem Kind. Hat den Knaben wohl in dem Arm. Fasst ihn sicher, hält ihn warm. Was biegst du so bang dein Gesicht? Siehst Vater, du den Erlkönig nicht, den Erlenkönig mit Kron und Stein. Es 每次都安尼讲民报，係咪係小田路上起嘅事情啊？咱两尺度呢，含迄因做的下家头的同山的真丝很有经济的不同。 Blumen sind an dem Strand, meine Mutter
gewandt. Mein Vater, und hörst du nicht, was Hellenkönig mir leise verspricht? Sei ruhig, bleibe ruhig, mein Kind, im dürren Blättern säusen der Wind. Willst feiner Knabe du mit mir gehen, meine Töchter sollen dich warten schön, meine Töchter führen den nächtlichen Rhein und wiegen und tanzen und singen dich ein, sie wiegen und tanzen und singen dich ein. Mein Vater, und siehst du nicht alt,我是讲，咱的一届的学生，总经过比上海，好好失败的专题。好，这个好。 来啊！大家都太领导，我哋英国唔好教英国课本来。安尼真好。我想哦，以后咱若是加接一个安尼就较免强嘛。 Er reitet geschwind, er hält in Armen das ächzende Kind. Er reicht den Hof mit Mühe und Not. In seinen Armen das Kind war tot.甲遐兵告状做青春来福卡的，结案有审议，毋怎么计毋结束？哎呀，枪是唔想告诉的。做先生真好啊，尤其迄音乐先生，稳定又强口。就讲人家哈无去告诉的啦。好了，先安尼啦。 可给杂音伴奏，做点冲击度啊。唔啦，还有番薯哦。来，还唔好吃番薯。变色了，俺不敢喊就做色，那就同好大传出吃番薯。啊，紧紧来紧第四例啊！你到底做嘛嘅？亚哈台湾东东也冇饭好吃嘛？ 因为上次错，因为上次，咱台湾不但出东东米，不过亚哈米就送去泰国分兵的事了。咱台湾人都冇米好吃了，对吗？老师硬讲压着，做嘛嘅？其实亚哈唔会声音的。 怪底下着的。不过遐哈东西有样紧来紧贵，
唔记得因办所安好传啊？安舅，暂未不是有听谈，做嘛干你问啊？神法进来进去，唔要吃得身上那条路，也昨年用电刀拿卡刀钱赚来啊！因为俺老经一同处理掉了，嘛个意思？就要老台中的老婆买退了。因为我们老爱参详一下。那个礼物的主产，那结天就做得了。你那想法很高的，怎么个暧昧？因办所没得投资啦，老婆不用等，你唔会省钱。是因为唔记得因办所，俺们唔记得因办所，系唔系啲嘅反对政府嘅东西？拜托，我公布政策好冇？我用哪嘢冇冇多上嘅？来收音也对了。好了，谢谢了。那地图写的会做题的，无嘛几好看呢。唔开个音伴所，枪音也中暑哦。这种事情好卖，早点应记下班。什么个啊？按神秘。冇啦，一般所的事。
八面结帮的，有样啊无样。你看，家输到的。张某叫张英的事件，成功一百就结帮的。来看啊，熊山洞亲密，听操作的拿到全面性的胜利。看起来，台湾的 TV 要紧来紧重要的，国民党将会派陈胜来做胜主席。但唐人讲，其实要从中央院和所有的县前赛来台湾改发新台币，有样啊无样。我想应该会增进的，不过也下国民党。请问你要写啥？后摆，不过你下一马给，听说我娘是哪本来看，不过呀哈，你结局没看到你下一东西。人家下的东西，你也不会想看啦。没得，因你把过后，来去某个创作。我说你感应同时间，以后数天波，要哪一段时间啊？亲无，也比马去创作，做案又好。好，死磕，总无办法，改变也暂无还要杀飞了，但想见面当有可能。你参加共产党的？你没看到诶，亚哈亚扎政府比你本年还较快，你做嘛给我拿这个生命度高呢？呀，老多，你早点理解，别从嘛给俺做。做就唔系尔嘛，你去是喏往哪喏看诶？哎呀，还有领养，还有都市都会生你，还冇给本钱。唔是少，要相信国民党做办会帮的，都是要美国继续创作的。迄清明冇帮嘞。
好，就算过年动忘，你用做在客厅空散都唔会冲过年动案法。迄样事，你本人大叔诶，你又去冲，结果咧？老三，你两面要去倒位啊？外口开始落大雨啊！不要紧啦，附近尔。就顶一届，甲你讲的应班所。我两面嘛爱出门，无我顺续载你过去好啊。对啦，进前你替我看的，有几篇诗甲文章，观点真有意思，我嘛真介意。你敢有想过，叫文平兄换做中文，伫报纸顶悬发表？唔免啦，迄我家己写互家己看的。若真正要发表，恐惊嘛有淡薄仔敏感。啊，你呢？有搁写吗？反正啊，我的中文嘛无介好啊。啊，毋过我是真介意你所写的东亚的，规篇读起来已经有你较早用日文写作起名。你话搁写，敢是有进度？这公民部是毋是跟你有关系？我看这内底有几篇文章的落笔，甲你真相像，连这错字嘛拢同款。即马这份报纸，规台湾拢传透透，连我拢摕到，相信政府嘛一定开始关心。若是你甲这真正有关系，你要较注意。好，我会去送你。老司机，出代志啊！什么代志？公民部伫家人中华的编辑部昨天吵起啊！我想真紧就找到咱遮来。全部被你被通缉的，俺老几种都已看过商票，你得嘞，你妈安算？
钢琴，电不卡，祈求的。多少足够？老公去引导，去有才情。不过结做迄离合约，唔免买数是19年的第三队，知道呀？无毛样也唔记得变命的，离合约，遐尼也无。阿三老家再问好家，因好家，家长爱唔是离合约强制做嘛？我要跟你说句很爱呀，我怎么可以啊？我要和你说的做你可以啊！这是还有眼睛里面，你就坐在你可以啊，你就坐在你可以啊，够吗？好啦，该请伊抗牙。有没有生意唔会见面？啊？兄弟啊，你要到这里看看，你要到这里看看，你要到这里看看。冇事情的啦，相信我，伊有机会，我就会转来。啊？还有眼睛，我到这里看看。歹势啦，歹势啦。抓到嘞，有冇安算？你陆府有得人面，我老给位村长当属事，应该会先过去。陆府，是啊，你昨天的3项，你这篇经营几半年呢？省公委咩希望伫台湾北部建立一个革命基地，来指导这个位所当安全、当地当。喏，我听下讲下希望。我原本稍微负经验，我想要把的事情处理好，才不会牵连到无相关的人。过后，我想想办法让你配合。又是第年老嘅中秋时节，寒风凉凉吹，冬
冬夜就会过来，我祈祷阿妹嘅路风，点点爱人嘅音声，无法度平静。我爱为你歌唱，我爱为你歌唱。你给无助的心，不安的分离，不再孤行，不再孤行。又黑朗朗的早春时节，寒风点点吹，冬夜芒色眼泪。我祈祷茫茫的岔路口，点点湾畔的我影，在故乡里，我爱为你歌唱，我爱为你歌唱，你给漂泊的心。愤怒的分离，种种安息，种种安息。即马政府已经知影你的本名。你走哪位啊？李恒如，前面没有路了。做我嘅讲给血团的故事。